近排，新加坡名媛圈又因為林慧利嘅一條社交動態掀起好大嘅風波。呢位一向以奢華生活同豐富感情經歷出名嘅超級富二代，喺社交平台晒出咗為二胎仔仔慶祝生日嘅相，一下子就成為各大媒體同網友熱議嘅焦點。相入面，佢抱住可愛嘅仔仔喺私人飛機度，嗰啲唔經意流露出嚟嘅奢華細節，同埋神秘嘅孩子爹哋呢個話題，再次將呢位傳奇名媛推到咗輿論嘅風頭浪尖。林慧利呢位唔到40歲就已經歷過2段婚姻波折，又悄悄生咗2胎仔仔嘅新加坡知名富二代，佢嘅人生就好似一部精彩到唔得嘅豪門大夫，充滿戲劇性同話題性。由同何猷君嘅短暫戀情，到2段匆匆開始又匆匆結束嘅婚姻，再到而家作為單親媽咪獨自撫養2個仔仔，佢每一步都吸引住大眾嘅目光，令人唔禁想一探究竟，揭開佢嗰神秘又充滿傳奇色彩嘅人生面紗。林慧利出世喺新加坡一個超級富豪家庭，佢阿爸林榮福喺新加坡本地好有名嘅華人富豪，喺商業界有舉足輕重嘅地位。林榮福早年憑住自己敏銳嘅商業洞察力同果敢嘅決策力，喺股票市場同房地產行業積累咗巨額財富，資產大概有25億美元咁多。咁樣嘅家庭背景，令到林慧利鬆細就過住含住金鑰匙長大嘅生活，享受住一般人難以想象嘅奢華同憂鬱。喺林慧利成長嘅過程中，奢華幾乎無處不在。佢住喺新加坡黃金地段嘅豪華別墅，別墅入面裝修得好富麗堂皇，各種名貴嘅藝術品同古董擺滿咗每個角落，彰顯住家族雄厚嘅財力。佢出街有專屬嘅豪車接送，唔管日常去買嘢定係去參加社交活動，都可以輕鬆到達目的地。喺飲食方面，佢更加試過世界各地嘅珍饈美饌，由法國嘅高級餐廳到日本嘅頂級壽司店，佢嘅美女早就習慣咗高品質嘅美食體驗。除咗物質上嘅極度奢華，林慧利喺教育同社交方面都享受住頂級嘅資源。佢鬆細就接受住國際化嘅精英教育，先後喺新加坡同外國嘅一啲知名學校讀書，唔單止掌握咗好多門外語，仲培養咗廣泛嘅興趣愛好同卓越嘅社交能力。喺社交場合入面，佢總係可以得心應手咁同各界名人交往，治咗好多嚟自唔同領域嘅精英人士，呢啲都為佢日後嘅人生發展打下咗堅實嘅基礎。不過，咁樣奢華嘅生活都唔係完全一帆風順。喺林慧利成長嘅過程中，原生家庭嘅一啲因素都對佢嘅性格同人生觀產生咗一定嘅影響。林榮福作為商業巨子，工作好忙，經常喺世界各地奔波，陪伴家人嘅時間相對少啲，咁又令到林慧利喺成長過程中缺乏足夠嘅父愛關懷，或者都喺一定程度上影響咗佢日後喺感情生活入面嘅選擇同態度。佢渴望得到關愛同陪伴，但喺面對感情嘅時候，又經常表現出一種矛盾同糾結嘅心態，既渴望愛情嘅甜蜜，又害怕受到傷害。林慧利真正入到大眾視野，被新加坡以外嘅人認識，係因為佢曾經同澳門賭王何鴻燊嘅仔何猷君展開過一段備受矚目嘅戀情。呢段戀情嘅開始有啲戲劇性嘅色彩。嗰年，林慧利因為何超瑩嘅關係至咗何猷君，2個人第一次見面就被彼此身上獨特嘅氣質吸引住，好快就擦出咗愛情嘅火花。喺同何猷君交往嗰半年時間入面，林慧利好似置身喺童話世界入面咁，佢哋一齊去參加各種社交活動，手拖手漫步喺繁華嘅街頭，享受住愛情嘅甜蜜同美好。不過好景唔長，因為2個人當時年紀都好細，對感情嘅理解都未夠成熟，喺相處嘅過程中逐漸出現咗一啲矛盾同分歧。再加上2個人都身處豪門，各自有自己嘅生活同事業規劃，聚少離多嘅情況越嚟越多，最終呢段備受矚目嘅戀情喺半年後就宣告結束。分手後嘅林慧利雖然心入面難免有啲失落同傷感，但佢並冇因此而一蹶不振。相反，佢好快就調整好自己嘅心態，將更多嘅精力投入到自己嘅生活入面。佢繼續享受住奢華嘅生活，去參加各種社交活動，至新朋友，好似喺向世人宣告，佢依然可以過得好精彩。而港媒自此就好自然咁稱佢為何猷君嘅前任，呢個標籤一直都跟住佢，成為咗佢感情經歷入面嘅一個重要印記。同何猷君分手後，林慧利決定出去旅遊散心，佢揀咗泰國呢個充滿異域風情嘅國家做自己嘅目的地。喺泰國嘅旅途入面，佢偶然至咗一位當地帥氣嘅男仔。呢位男仔有住陽光開朗嘅性格同迷人嘅笑容，一下子就吸引住林慧利嘅目光。而林慧利嘅美麗同優雅都令到呢位男仔為之傾心，2個人好快就陷入咗熱戀之中。佢哋嘅感情發展得好快，只係相戀咗半年就做出咗閃婚嘅決定。婚禮雖然冇大肆操辦，但都喺泰國當地舉行咗一場溫馨又浪漫嘅儀式，親朋好友都前嚟祝福，見證咗佢哋嘅幸福時刻。婚後唔久，林慧利就秘密生咗一個仔仔。呢個小生命嘅到嚟，令到佢哋嘅家庭更加完整，亦都令到林慧利感受到初為人母嘅喜悅同幸福。不過，婚姻生活並唔係總係好似童話咁美好。隨住時間嘅推移，林慧利逐漸發現
佢同老公喺生活習慣同價值觀方面存在住好大嘅差異。佢習慣咗奢華嘅生活方式，追求高品質嘅物質享受，而老公就更加注重簡單樸素嘅生活，對物質嘅要求唔高。咁樣嘅差異喺日常生活入面逐漸凸顯出嚟，兩個人之間嘅矛盾都越嚟越多，經常因為一啲小事而發生爭吵。喺2019年，林慧莉終於唔能夠忍受咁樣唔和諧嘅生活狀態，佢宣稱同老公因為生活習慣唔同而決定離婚。離婚後嘅佢獨自撫養住仔仔，雖然生活上依然奢華無憂，但心入面難免會感受到一啲孤獨同寂寞。不過佢並冇被呢次失敗嘅婚姻打倒，而係堅強咁面對生活，努力為仔仔創造一個良好嘅成長環境。而家佢嘅仔仔都已經7、8歲啦，生得聰明可愛，好招人中意。離婚後嘅林慧莉並冇因為一次失敗嘅婚姻而對愛情失去信心。唔久之後，佢就置咗一位從事行業嘅男友。呢位男友雖然出身平凡，但有住聰明嘅頭腦同上進心，對林慧莉都好體貼同照顧。林慧莉被佢嘅真誠打動，兩個人好快就墜入咗愛河。二度離婚後嘅林慧莉再次成為咗媒體關注嘅焦點，港媒紛紛報道佢呢段失敗嘅婚姻，各種猜測同傳聞都唔脛而走。有人猜測係因為男方覬覦林慧莉嘅財富，先至同佢結婚，婚後發現唔能夠承受豪門生活嘅壓力而選擇逃離。亦都有人猜測係林慧莉喺感情入面過於強勢，令到男方唔能夠忍受而提出分居。面對呢啲猜測同傳聞，林慧莉並冇做出過多嘅回應，佢只係默默咁承受住呢一切，獨自舔舐住傷口。經歷過2段失敗嘅婚姻後，林慧莉對再婚似乎已經冇咗太多嘅想法。佢深知婚姻並唔係兒戲，唔能夠因為一時嘅衝動而再次陷入困境。不過婚可以唔結，仔仔都可以生嘅。或者係因為佢鬆勢就渴望擁有一個溫暖嘅家庭，亦都或者係因為佢覺得仔仔係生命入面最珍貴嘅禮物，所以佢決定喺離婚後生2胎。林慧莉喺1年前低調咁懷咗2胎，又喺年底低調咁生咗2胎。大概係因為通過特殊方式懷上嘅2胎，所以喺公開懷孕嘅時候，佢就對外表態自己係單親媽咪，仲稱單親媽咪呢條路唔好行，並且不斷勉勵自己要堅強。喺公開懷2胎嘅時候，佢已經離婚好幾年啦。而喺臨盆前，佢曾經分享過會生2胎嘅原因，就係想要好多嘅仔仔，而後悔嘅就係從前冇生多啲。而家佢要彌補，於是就咁唔聲唔響咁懷孕生仔啦。對於呢個2胎仔仔，林慧莉一直都好保護，好少公開親子互動嘅相。畢竟孩子爹哋嘅身份到而家都仍然係個謎，佢唔想令到仔仔過早咁受到外界嘅關注同打擾。不過喺2胎仔仔1歲生日嘅時候，佢都好罕有咁晒出咗為仔仔慶祝生日嘅相，呢亦都令到外界對佢嘅2胎仔仔有咗更多嘅了解。由相入面可以睇到，林慧莉抱住2胎仔仔喺私人飛機度，正要由新加坡飛去泰國，母子倆都以側面示人。林慧莉着住黑色嘅衫，親吻住仔仔嘅頭，仔仔露出側面，只見個臉圓圓地好多肉，好可愛。喺私人飛機入面，座位後面嘅屏幕顯示住飛行目的地泰國，而林慧莉看似低調，實質盡顯富貴奢華嘅生活。喺佢身邊擺住一個價值至少250萬嘅愛馬仕 Birkin 包包，就咁唔經意咁顯山露水，令人唔禁感嘆佢嘅奢華生活。而家林慧莉嘅2個仔仔都健康快樂咁成長住，大仔仔已經7、8歲啦，聰明懂事，學習成績都好優異。細仔仔雖然先至1歲，但都好可愛，俾林慧莉嘅生活帶嚟咗無盡嘅歡樂同希望。睇住仔仔哋一日一日咁大，林慧莉嘅心入面都充滿住欣慰同滿足。不過對於未來，林慧莉嘅人生依然充滿住未知。佢會唔會再次走入婚姻嘅殿堂，尋找屬於自己嘅真正幸福，定係會繼續以單親媽咪嘅身份，獨自撫養2個仔仔長大成人？呢一切都好似一個未知數。由佢嘅感情經歷嚟睇，佢喺感情入面好似總係充滿住衝動同盲目。2段失敗嘅婚姻令到佢遭受咗好大嘅打擊，亦都令到佢變得更加成熟同理智。或者喺經歷過呢啲挫折之後，佢會更加謹慎咁對待感情，唔會再輕易咁做出決定。佢可能會更加注重同伴侶之間嘅溝通同理解，尋找一個真正能夠同自己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嘅人共度一生。